各位聽眾，歡迎落嚟，到嚟邊領學見嘅節目，新正時差唔多要到啊！我每看邊領學見嘅聽眾話，新正當今年2001年嘅新正，話咪較好聽，話咪新正歌好聽，人講講。我係 Astro 嘅歌就好聽，天天好聽喎。咱咪聽看今年2011年嘅新正歌是，今年係咩年啊？Tony 嗬，今年 Tony 看天天好聽 ，My Astro 看伊歌是安咩？來聽下咧。這是本地歌呀，本地人嘅。對，本地。伊都無上個新正嘅歌誒。有錄起啦。記得那一年，那一段歲月，一個小小的家園，天天都懷念。一杯白開水，也可以很清甜。你看到藍莓呀，這杯呀杯來杯去 ，Butterfly Farm。一種思念。若能放開一點，路就寬一些，財富和幸福之間，還有蜘蛛做結。對唔對？我幫對唔對？人家無上個新正嘅歌，知唔知這條嚟？哈？還是這條 Hockey 啊？這條嚇？這條是 My Astro T 好 T 好 Hockey。是唔是這條？但我放唔掉呀。係咪嘅？福氣福氣。哦。福氣。但我放唔掉呀。movie 嘅。但媽咪你講咩？我講這條 music 嘅上新正。啊，這條個上新正 music 咯。先是這條嚟。你放天天後 movie 嚟。哦，是啊啦，放唔掉歌，是掉下。哦，講福建話誒，好節好季好新年，好人好事啊好心情，大家見面啊講恭喜，哎呦，死特別好。今年。今年一定是好年，成功一定是你年。恭喜高雄慶團圓，男女老幼祝賀你。邊領學傾祝新正。OK， 刷，啊未夠噶啦，新正是其實是這禮拜啊，今年新正是拜幾嚇？3號是拜幾？唔知了。拜四，拜五，好日子噶啦，就拜四號，我成日3個月對去邊領學見做成日，攞嚟記邊領學見.com 咪1一定有廣告就係咁寫。邊領學見.com 咪1一廣告，但係我舊背幾多堆，有時讓到堆去就 OK， 就個出聲啦，就個刷咧聲唔知。最想洗刷刷，突然看下你豆卜啊，這角一買。I think 是獨背鏡。哦，獨背鏡呀。嚇？你聲呀？係咪嘅？你就亂。喂會啊？啊。你冇咩？啊，當然較好啊！你無講話時就亂，你無講話時你咪變咗隻大聲氣。我講聽，但是你無講話時你先 mute 你咪其實別驚。係啊。Hello，你聽到？啊，有，你無嚇較好啊！我 mute 佢，你 mute 佢，真係會聽到你聲。你 mute 咧，佢聽你聲。I think 獨叫是紅姑娘呀。哦，媽咪。獨背鏡冇咧。媽咪你啲做咩？真玩啊！咪喂，咪無影咪講郭太太對來幫聽。媽咪，個太太講話。哦，個太太講話嚇。
OK，我興啊！誒，我看你個拍對啊，你好，誒，咪你好咧，時拍到啲係嘛？我當亂能錄音。我有落同呢個嘢我啲聽啊。嗯。依解變咗拍確。我就hang up 喂馬機。hang up 啊！我就會講話亂嘛。係啦，咱講成隻，等我拍確咧時候放到啲好啊。有時啊，等我 send 隻 message 嚟直接講。我有時拍 English when you done call me back。OK， แล้ว OK， 咱講成隻時候，今年咱會講成隻嘅隻啦，成隻菜啦。定當咱咪落講佢一擺啊，特別我別講 detail， 講緊了，咱隻成隻菜有蝦米無相款，因為我看無相คู่。邊啲兩邊無相คู่，我只無相嘅菜嘛，所以都俾每看啊，即個每隻搞隻，即個等嚟介紹我特別嘅變成，今日是搞隻嘅新椒到對嚟第二禮拜嘅豆卜歡迎。Hello， 豆卜啊，你是跟隻本嘅嘛？嚇，會使啦。搞隻本嘅。你是講隻啦。嚇。你是講新隻菜。現在 normally Chinese New Year 就是食新食就是食 steamboat 咯。哦，我冇咩興食 steamboat 咧喎，我人。我厝就是食 steamboat 咯，叫我媽厝邊我阿弟阿哥個แล้ว一隻人啊。回攞啦。แล้ว開攞咧，呢攞嚟到頂嘅，呢一嚟到頂是大人節啦，個แล้ว白節。แล้ว個節到頂是囡仔。啊。你OK，等陣我俾即係啷即係 Vivi 爸爸你馬步未 ？Vivi 爸爸馬步未？你每上湖看俾怎樣？講成隻菜吊住菜，你每看？上湖。我看 online 啊嘛，上湖。我冇看到 online 喎。哦，唔係緊。你即係個歡迎我人嘅老椒。薄膜白歡迎。薄膜白你有唔到幾買下？我聽到到底是薄膜白呀，薄膜白加薄膜白波，然後舊件歡迎。แล้วก็อู chicken ต่อไป件歡迎。大家好。我本未我一個有隻麻婆咧，係煮咧，即係維維娃娃老椒。維維娃娃是唔是都酥皮就是煮，就是酥皮，就是。Sorry 話。你而家就亂咯咯。Sorry，我瞄。維維娃娃特別買瞄，我本未錄。錄新正菜出來 ，typically 煮新正菜係咩物件？沙汁啊是啊，沙汁啊是切2切2切3啦，新正是佢就咁沙汁啊是呢，較濟人我哋早起是拜祖先做先嘅嘛，拜做工，對做工，然後我哋就我哋煮雞背哦，海南雞背。哦，因為我成日知道煮海南雞背哦，我咪會曉煮佢哋油拌嘢，迄個油飯啊。哦，油愛。แล้วจะพังแล้วก็กินจริง迄個鹹椒啊。三擺啊？嚇，我唔是三擺嗰種雞背嗰種鹹椒。雞背係錯啦咩嚇？嚇，แล้ว而家就是海南雞飯啊，海南雞背啊。哦。แล้ว白斬雞。油愛。接落嚟我哋嘅傳統就是。佢自己特別有殺雞咯，然後煮油拌咯，你看咯，油拌是啥？咱雞拌即係油拌啦。對。油愛。用雞油煮嘅。我愛。然後阿妹又是呢，就只軟螺。哦，你豐富嘅啊，你這是正。團年飯嘛。你面 apple 是你隻 apple 本是梗係擺作工嘅啦，其實是。
啊對，然後特別不食啦，成個下晡對，instead of 食較大對，你就做嚟拜咗講嗰度呀，你結伴嚟食然後呐。較濟是對咯，แล้วก็煮อยู่หูชาอะไร物件กันแล้วล่ะแล้ว唔是單雞背เนี่ยล่ะก็有食濟其他แล้วแล้ว食了 after 下晡頓食了，但是講有厝嚟講咧，就叫嚟做菜尾 ，because 阿妹我人是食一個醬螺嘅。阿妹就隻螺，其實到底嚟講隻螺，我唔明白人性啊，好調性。แล้ว即個大背景你先正嘅菜係咩？平時講就先正菜，但係會話講幾半，你呢？我30暝時間呢，我嘛30暝早起啦，我 family 就煮啊，你當觀察。30暝早起早起時啦，我媽都就拜做工咯，然煮嚟肚豆湯啊，肚豆湯啊，飯光叉、蘿蔔啊、咖喱雞啊，嗰啲嘢啦。你煮嘅物件，你教我煮嘅就只上嚇，你教我煮嘅時候只上。แล้ว胡雲湯啊，嗰啲嘢啦，แล้ว你是咩人？30，你是福建人？福建人。哦，OK，對，福建人。肚豆湯是唔是福建人食嘅物件？肚豆湯是咩？唔知啊。唔是攞嘢食嘅咩？哦，可能是攞嘢，對。แล้ว講切一早起食菜，特別食菜。切一早起食菜，嗰啲燒掉排水咯。食菜食蔗啦，唔是講佢，唔是講食蔗對。食蔗啦，食蔗了，加半節過後，加嚟食醋咯。แล้ว半節過後就面是講你即是切一了。切掉，切個下晡個30點嚟個食醋咯。30暝會時啷食，半夜時是為攞時是食，按照款呢有食醋啦，切一嘅時冇食醋。食醋。哦。แล้ว個阿妹是本食醋啦，30暝食醋咯，食醋切一早起個食菜呢咯。แล้ว啷食菜時是平時是食按照款嘅物件呢？我買呢個結菜菜料。佢哋淡木菜啊，用豆腐炒嚟bằng嗰啲叫咩？玻璃菜啊、雞頭啊、香菇啊嗰啲件咯。我要福建食咯，佢哋羅漢齋嚇。嚇！像盤菜咁樣啊，揼爛嗰點解咯？嗰啲菜就掉啊啦，嚇你嗰啲件咯。你有買到出國口食咯？出國口食咩？出國口食真正真貴嘅哦，只蔗啊，真正真貴。毒料啊！是哦，4個人食 ，family 4個人食，剛剛係食個70幾塊咯，這是平常嘅菜呢。你較只多煮前菜了半日，嘛阿妹個趁食蔗，趁食醋啊。阿妹食好料啊咯。แล้วโอเคแล้วต่อมือตัวนี้จะได้นี้จะได้บ่毛病。我人嘅時，我father 我爸有啲點先度煮個節物件。แล้ว我爸歸先，แล้ว我點先度冇celebrate 呢節嘢咯。你爸即是煮嘅時你爸教煮呢煮個節還是你爸？我爸是紅地，我中國來嘅人節啲廚單位嘛煮嘅節。所以我人是食物件是蝦米紅白個紅鴨咯，係辣子嘅。喲呢，安尼豐富嘅。แล้ว食一個蝦米鹹菜鴨，對，แล้ว係你 traditional 嘅是豆油白油腐英菜，油腐叉包英菜食嘅咯，你係三巴嚟咯。英菜咩？唔是迄個蚵仔菜啊？蚵仔菜，我冇咩病啲菜，英菜蚵仔菜對。你冇成啊？油腐英菜是係高係托豆嘅。所以是蚵仔菜油腐叉啦，油腐叉係蚵仔菜包掉。แล้วจะได้มีก็จะทั้ง是雜菜，ทั้ง我雜菜ทั้ง裏邊都係จะมีบางกวางจะ四角嘅，แล้ว係胡丸係白丸係黑丸嘅咯。แล้วก็係嗰啲菜嚇。係咪廚煮嘅咯？幾行實掉係咯。แล้ว我係爸有啲點先，一個我係爸我係媽有啲點先，我係拜祖先嘅，做先嘅，做工拜做工。福建沙嚟炒米咯。福建沙係炒米，福建沙是炒米點做？哦呀。
伊是咱用有伊平常有伊咪好炒嘅時啊，伊是係淡薄會要淡會正嘅咯，淡了裏邊係杜白。我知，即係變嚟佢就咱講炒麵，佢就是炒一種嘅麵，淡薄豆油呢嚇。對。我配三百隻啊。有三百，我媽跟我媽正夠做三百，所以特都有食咯。特別我爸中國來打波嘛，伊無食遐咩啊，伊無食落來，所以規矩講袂使食啦，份就只食一無好一大堆，我嘛是咪去插伊咯。伊一個無佇厝啊，即圍攞先係有30名啊。伊甲我食，伊就走啦嘛。because 我唔知但係我爸有3個波嘅嘛。對，當然我個小對。你講起嘛小對。我爸3個波，大波甲第2個波大聖誕橋嘛，所以伊就對伊迄邊聖誕橋咯。แล้ว伊一個對呢，我媽我小弟我3百也出來㗎啦。加了我 Q 就食很少咯。還是跟隻啷個記名啫，還是？是咯。但係佢話，所以佢請我別記古來嘅用嘢沙嚟。你咪是你包電視，你咪是較只無隻古來記性咯。無，我包電視，我媽做嚟，有弄啥做？你有弄那伊咪夾菜杯啊，菜杯意思咯。係對，菜杯好了，我就是個隻菜杯。是咯。你大伯，即大伯，你講先正為攞係啊？咪是啦。你為攞是較濟是有用火團啊，還是用電啊？無啦，我是 Apple 食本嘅 Apple 用，當然是用電啦，無用火爐啦。然後即爐是講係你講你無煮唔嘅係啲其他，然後別行個有做咯，成講，因為我食嘅是我去我 mother 嘅 side 嘛，mother 嘅 side 是潮州食啦，所以伊做麵較濟個啦，潮州成日淡媽講辦公茶是一個啦，然後個麵條咯，麵條用唔知怎煮啦，特別伊是單嘅麵條，白白條條，伊麵條肥嘅。我就講我食，伊淡薄上加，伊上加淡薄個粗誒麵線啦呢，實。係是食粗麵線咯，幾個油淡薄啦，然後要係你菇菜，隻骨咧。然後這是潮州菜啦嘛。我唔知是唔是潮州菜啦，你是個一個是你鵝啊，鵝一係。鵝泥，我唔。啲鵝泥啊，冇攞裝，掉咯。有隻樣裝是鵝啊，我唔是個叫鵝啊。伊先啲啦，喂講。鵝泥是係你喂，搭配白煮嘅，你搭白油煮嘅嘛？伊唔係白，伊是貴咧，是鵝嘅了，伊是啊黏黏嗰呢。對，特別你話未煮嘅時，你特別用嗰個白油係出你叫咩？煮白油可以出油嘅時候，加喺呢就。對，伊隻油嘅對，入邊伊一啲是有油啦，我會記掉咯，了，你是伊是真甜那個油嗰呢。你我安迪有時，H 是大隻年啦，有包薄餅咯，唔知啷個餅有啊，伊是包薄餅伊是那種白嗰呢皮啊，咧包薄餅咯食咯。OK，你等陣啊，我媽拍電話來，咩？你開 Skype 啦，你冇開 Skype？你開 Skype 咩？我拍到你。我未去，叫老師叫到哥，嚇死哥。是大媽我咁鬼叫，我冇叫你，你直接叫你。你開 Skype 我拍到你好咯。我哋講有成正正咩嘅？開 Skype 咩？我媽拍好 Viber 哦，講條我媽真勁。我媽 Viber 好啊，講條。好了不 ？Viber 免累嘛 ？Viber 那是啊，我是做咩做？你看你免累就是做啊。好了。OK， 我等於拍到對下，好安半鳥。睇我未看。有但係你講特指大伯啊，但係你講你煮鵝泥，你是你講煮啊？
冇啦，喂，安迪煮啦，我講自家食嘛。哦，即係我買嘅就係按尼本，係你講咩？我意思講依個女啦，แล้ว我講嘅自家食嘛，講阿媽。冇嘅事啊。冇嘅啦，依個好食咯，個應食啦，我講聽當見我就積壓咯，我冇肯對，馬來西亞貴先正，冇肯對邊啲貴先正，但係講先正唔咁不多嘅要。我要去食盆菜啊，買盆菜啊。盆菜啊，但我咪講盆菜呢。誒，我講我會即係媽咪人奧尼嗬姨個煮哦，先正是。係啊。但冇煮啊㗎啦，一先正就那嚟貴正嘛。哦，我是就好看你煮奧尼，我被學煮奧尼喎。咩樣？糖噶鵝噶糖噶白油噶鵝係啊？係咯。條係膠哦。冇啦。冇係膠嘅。都就用油去炸頭先。哦 ，OK。培油頭先。培油嘅食啦，特別切一地嘅培油啊。較大啲人唔免講全部食啊，佢半食嘅啊。半食咁咪是。你係白油嘅，你咩白油？話咯。你係糖。白油。係咪？我嘅叫白油。你係糖咯，唔知呢比例唔一樣，幾啊萬應該係。呢個咧。係你每台 email 啊？都係慢慢去煮。你咪煮到估，其實係個pot嚟啊。誒，應該是係 robot 嘛？嗬？你係你點樣煮嘅嘛？我就炒一單嘅。我特別辣咗，我一同佢炒一單下。阿公做要係淡薄嘅白灰，係一配硬，係一配較舊較定，啲咩爛，特別較冇事啊。哦，你是講伊冇你米嚇？哦，伊外口成較潤淡薄來配。แล้ว阿姨做嘅冇阿姨即時去煎嘅。我嗰時計女喎，我嗰時計女。女好似啊。我嗰時計就係。你阿公會一地一地嘅較水啦。哦，特別你成咗嘛，你使煮蘿蔔煮咯咋？煮字，你使都買吃嘅啦，你係 maybe 都得嚇，你是煮海米啦，你是都吃即較早吃，你咪煮嚟講煮3多煮3點鐘嚟講，你咪是煮1點鐘過，還是1點半鐘後，一個夾係一批嚟熬落去，所以有嚟熬嘛是較薄啲，有嚟熬較米咯。一薄點鐘，喂媽我冇聊吧，邊啲學嘅人聽到㗎啦，媽咪。你怕佢邊啲學嘅人聽到㗎啦？了，冇啦，但我哥太太歡好啊。對嚟啦。對嚟了 ，OK 了，個有就是準備講成隻菜，我冇唔會掉老舊驚。老舊驚係成隻菜。嘅大廚本是做 N 咯，阿妹啲。哦，你有冇事？你一開始是做 N 咯，是係咩物件咧？入面。係啊，咩物件青白咯，手動丸咯，胡丸、白丸，玻璃菜、菜、雞吧、胡吧，แล้วไว้ปลาไว้俾天嘢係ตัว係。哦，喲。白超，有你講。我就講得出呀。我咪食藥。喲。都幾人知咩字？你幾人食？切做豆油白咯，係咪國烤咯？咩？油叉。切嚟俾會煮咖喱雞油多湯。然後就是做菜粿咯。菜粿是鹹菜啊？冇啦，菜粿是人食。村你係落去，真係瓜菜。媽咪啊，人嘅即係陳仲本喺半山下邊講，人去食阿你鴨飯有即個
一个菜杯个有啊。菜杯有。我爱，我驚食，我驚食餅。哎，菜杯，你菜杯真好料。啊，不好料。喲，我驚食。爸爸你愛。八節希望正邊啲學見談食嘅，episode 實在起下餅啊！我真係驚食伊個菜杯嘅時候，好 ，Vivi 爸爸。你菜杯好料。Vivi 爸爸麻婆嘢，晚餐早起嗬，呢邊啊什麼夠係咖喱豉油嘅。得住喂，但係冇啱呀。晚餐。多幾個晚餐？你係對面嘅啊？得幾個對面？關燈啦。就來晚餐咯。大來半山 clinic 對面有之類咩？有nasi lemak 咩？有早起。無聊咯。哦，伊什麼？伊是偏，伊唔是個燈啊 ，clinic 對唔是個燈啊。English educated 哦。了 ，OK 了，你特別等講到啲新疆菜，新疆菜，我感覺到讓煮係咪嘅新疆菜啦，是較特別嘅喲，佢冇較平常時冇咩像嘅。我。鹹菜鴨啦，平常時冇人煮嘅啦。鹹菜鴨真係乾嘅。做咩事咧？講話咗煮鹹菜鴨。鴨咯。鹹菜咯，嗰個係老龜南波，又係老後子南波。哦嚇，龍龜係，嗰係龍龜咩？南姜有。我唔知講係龍龜。姜啊，係姜係嗰啲何椒龍龜是唔是長毛誒？唔是，南疆南，龍龜人會人煮，咱會係南部。成個鹹汁係有係冷瓜啊，冷瓜。瓜，你食姜咧，我哋係個定喎，唔是長毛嘅咩？唔是長毛，伊是成個姜咧。姜，伊叫做南姜啊。南姜南姜啊。伊是唔是逐個食嘅可能？伊是逐個食嘅哦。伊較白嘅哦。四隻靈芝嘅可能哦。一定嘅，一定嘅。比姜加 fibrous 個啊。啊，較地。啊。往時鹹汁係時都看到有煮嘅是鹹汁，咪冇係。啊，鹹汁真係自家用龍龜。嗯。你綠鴨。綠鴨唔是特別成日唔使成 boil 過係什麼嘢？藤蔗啦，哎呀，冇臭臭嘅事。罐水罐咧，藤蔗啦，細情條。要卡脆買咯。卡脆買啊！卡脆就下過來。卡脆爸爸愛食啊。卡脆未炒啊？哎呀，就切下架炒死啊！特別當金鴨冇咩炒啊？我看，頂刀鴨嘅炒呀。當金嘅較冇咧炒咯。如果當金鴨嘅古仔係咪成仔？唔知啊，飼法冇咩像啊！啲鴨頂到較鴨嘅飼嘅鴨咧，依家有鹹啊。當金人成日咧 farm 裏面飼嘅較冇咧鹹啊！我看，樣隻係咪較冇像，所以我感覺到。頂到咱買鴨較濟咪是成日講樣嘅 farm，even 都是到啲 farm 滿好嘅嗬，樣是係樣是嘅爪啊，是亦唔是講咁菜雞啊。咁ပုံ機呢嚇，樣嘅即個樣 natural 嘅即鹹較重啊，迄個鴨鹹，啊當今咪新裝啊流，可能較流啊，佢鴨較流。哦，是真正是豬肚湯啊，是滾點菜，或者豬肚湯，油叉啦，飯光叉，油叉嘅菜啦。我而家油叉流正自嘅嘛。油叉嘅飯光叉是香嘅哦。啊香，特別有的人炒黑，有人炒白。我冇得炒嘅。你冇，這是豆卜，你冇得炒黑呀？我豆背頸。啊。
真少人炒蚵啫，我人就是炒蚵嘅啦。特別我看喺我係好椒喎，感覺。係咯，我咪試試㗎咋。白嘅本要菜喎。我試隻蚵，你係做白白上冇隻你嗬？有時有人炒白。白白成隻炒我哋喎。隻炒。蚵啊！哎呀，冇炒蚵個。誒，少。呢個正。我嘅好知啊。少，你是我劍那個那接線，白絲那個那吉利。咦？蚵個白是咩清茶？你係蚵豆油，冇係蚵豆油咯，大伯。哦，你話我是講，你大伯你煮變蚵嘅。但唔是煮個菇啊變蚵，伊是特別係蚵豆油嘅。你係蚵豆油嘅數。大伯你煮就炒煮就好炒呀。啊有。你是蚵還是白嘅就好炒？喂，因為我唔知講蚵是做蚵啦，我只係是成個你蚵，你係蚵豆油啦，咯，係蚵豆油加蚵真係淡嘅食。只蚵啊，可能我唔是啊，我係只白。哦，白是。我是講蚵，一位是淡薄蚵，一位是白白。嚇，有攞啥？冇相 grade。我啦，阿姨係只蚵。我諗是自然隻蚵啊，我是好啦 ，chocolate 食啦係啊。嚇 chocolate 啦，隻蚵差唔多。食啦，講白嘅平時有咩？我諗嘅是差唔多，我諗是12 點嘅。แล้ว有啲人嘅是，有人是差唔多阿妹，有人阿妹是成個5點嘅哈，有啲是6點一食。一食咯，你看到咩啦？咁就講到12點嚟知啊！冇，我是講啦，看我人是真正我咪是半夜12點咯，因為有啲本咧我咪是阿妹6點你看到，因為有啲真正白，真正白是有夠曬個白。你等陣我買對嘢一個。咪攞到講。等陣，住講。OK， 我等下對，แล้วแล้ว就差半暝，我人是半暝。哎呦，ngapa？好得對，line 冇咩好事，就人哋對。แล้ววิวว่า你處理？你處差係咪你就差是幾點嘅？วิวว่า幾點嘅？around I think 7-8點啦咯。7-8點啦。人差嚟邊？渣咪食啲咧。係咪有攤當然免個佢差棒光啊？佢嚟邊啊？有啦，會人愛拜嘛，先正喎。哦嚇，拜咗光再起數。啊，有我整體咯，油叉、魚豆湯、鹽菜啊、小巴咪個咧做咩尖椒蟹椒個咧？喲。咁咧，你咪正。尖椒啊！modern 咧嚇，佢咩啊？特別話我厝當然唔是買啊咯，because 上面是出來啊嘛。你個紅餅咯，免煮喎。你都無人賣，咱就家己煮咯。有人賣啦，就無煮啦。是哦。你人先正有做紅鴨喎。啊，紅鴨喂。紅鴨啊，啲福建人較自做嘅。冇啊，我講啦，咪喂包嘅。紅白嘅就是福建人唔是啊，唔是啊。啊，是紅白。客人就做烤白。紅白個紅鴨同行。烤白好啦。紅是紅白還是紅鴨？羅行都有。我聽到紅鴨。紅鴨。紅白啦。紅乖啊！quét à gì cò ấy không gì là cái sáng này nó cái hòn à gì hòn會使用ba độ紅白係隻龍，係隻咩？竹角誒，竹角上面面叫嚟。咩叫咩？咩？竹角我嘛講係隻竹角嘅喎。佢大大啲 BB 大大啲頭卡，咧要煮嘛，就是咧未煮啊，可能我哋咪竹角咯，一邊轉叉蛋。馬蹄哦，馬蹄哦。
唔是，馬蹄哦，唔是馬蹄喎，我們這邊嘅齋，嚟，你真係當味嘅這個，唔係馬蹄，特別係辣椒，係辣子。辣子我知啊，辣子。你是唔是而家嚟掂嘅？而家嚟掂嘅？係咪嚟？伊個即個紅鴨怪，是唔是而家嚟掂嘅？啲紅鴨，你點樣問我㗎啦？你知道㗎？哦，等陣下，學這個在布莫白講話，伊煮嘅時陣做嘅。成個人嘅我豆要嚟鴨。哦。但好時咧，就去伊料去浸去，慢慢煮開伊。我成個控啦，慢慢嚟控，成個控豆要慢輕控嘅嗌啊。有時我豆要我係啦，係啊，布莫白。差不多啦，生人攞鴨咧就攞鴨跟紅鴨冇相喎。攞鴨是普通人有隻紅鴨冇，其他人有做嘅。哦，布莫白你以後煮嘅，布莫白。冇咩人味。布莫白你有煮啊？紅鴨都人。你學到功夫我放你嘛，布莫白 connection 都未冇咩好事，呢？啲對，因為我不多係樣嘅咯，只衰嘅，人家經驗嚟話地。經驗嘛？我確定諗下站嘅時候，我特別去飲嘅只就冇不多湯坑啊，肯定。就係。了。陣就會放曬就是不多油咧。有幫有只啦，那做人嘅好嘅。哇！安尼背後你講緊啲啊！有幫有只做人嘅好嘅掉。如果是只係菜，如果是只係龜字咯。啊，是只龜，會使講咧？是只龜，讓 list 看。我見你龜真係白燈咯。你再講下。係啊。一隻。sampai ule ko叫咩零邊都冇聽到頭首聽到喂。係咪叫咧？零邊啊？阿 Joy。Dragon 嘅邊啊？阿 Joy。你但係我媽都攞邊，我媽就家嘢看咧，我冇看過嗰本。我是啊，哦，你嗰邊看過個？我冇看過個。我冇看過喎。哦，我頭首聽到呢，我冇看過本。零邊，你啷講可能當啷是個字。Dragon 啊，唔是零啊，唔是攞入零。冇啦，Dragon 係零，開零，即係攞入零嘅零。因為我成講，伊是攞，伊是一百食嘢咧，伊貴賓機數攞入嘅嚇。係咪講啊？哦係啊，唔是啊你唔是你。唔是你。OK，等陣我嗰隻我嚟老椒南西會嚟 join 啦，那個嘅南西就成南西。我姐姐養文山別嘅雞仔餅好食嚇。雞仔餅鹹鹹嘅嚇。雞仔餅是食啥？怡保嘅餅嘅嗬。會嘅。韓國人。呢個係新加坡啊。哦，garing啊。查大家啦，人食怡保嘅雞仔餅嘅啦。哦。哈。呢邊佢做波雞好食本啊。哦，真好似喎。你老高級生人做隻雞仔餅，咪係 almond 嘅好食哦。係咩 ？almond。係 almond 嘅 almond 片啊，一個有 chocolate chip 到對面，哇，佢好料呢。個 chocolate chip 啊。個 chocolate chip 嘅啊。呢隻雞仔餅，咪雞仔餅嘅咋？呢隻雞仔餅，呢隻鴨仔餅，呢對面有。乖，冇啦，要 almond 嘅片咯，要 almond 嘅片，然後個嘅面 chocolate chip 喎。誒，南西歡迎。Hello。歡迎嚟講，我就咁覺得嘢呢。安怎無叫阿龍嚟講？阿龍嘅歌唔是做鬼咩？阿龍冇來啊！阿龍唔知道掉，阿龍都唔知道來啊。變你阿龍啊！你說本地人未有？好似啊。有時冇叫啦。誒，你個唔知我冇一部佢哋 online 喎。我嗰時播 online。你同佢貴價，世界較貴咯。哦，是咩？哦。貴價八就直接貴啊！
佢阿爸是嗰啲入7塊啊，入8塊。佢個杯啊，入2，入7咯。佢個杯入2塊，入2，แล้ว巴虎嘅入5。巴虎嘅佢當公夾司俾啦，我講真。巴虎嘅巴虎啊！安怎？巴虎啊！啲內邊係巴虎嘅。你爆巴虎就係你好食咯。你本是夾平時節上啦，是講入邊有睇特別巴虎嘅字爆巴虎呢？哦，我冇食過喎。啊，冇正好食，要甜甜個鹹鹹冇正好料咯。哦，鹹啲個狐狸係三百係啲咧，三百係咩？佢夾狐狸背咩？包咧係全部三百係。佢夾背咩？還是迄個薄餅細條薄餅？我龜甲杯有，龜甲杯有，龜甲杯本係咩啊？喲，我感覺真好食咯，要我愛。真好料，真好料。Prince Bay 有未 ？I think 是3個一邊咯。咱無新車冇賣，真係貴本啊！是哦。真正貴咯。這邊係 common 嘢啦。我當咁配。冇 special 而家。南西歡迎嘅。南西啊，南西。啊？我為了看你新正嘅事啊，新正嘅菜啦，咱只新正菜嗬。你較就是有蝦米物件要緊嘅幾項新正嘅菜。我嘛較就是煮10項嘅，我6人食伊煮10項菜。哇！特別啦，must have 啦。嚇對。較斬雞咯。嚇。然後個迄個你迄個椰菜花又嚟炒雜菜嗰啲啊。我特人做，對唔對？椰菜花炒雜菜。然後迄個杜頭湯，然後個有迄個有陣時迄個咩海參啊，海參湯啊，海參，特條有本，然後個有燒鰻，椒糊啊，炒椒糊，伊唔是椒糊炒，伊是椒糊一頭炒，放迄個菜白炒啲，唔是萬光哦，我冇想嘅椒糊炒。伊唔像椒菜，伊是一頭椒糊，也迄個安怎你咪菜，而家迄個芫茜特別大條嘅，叫咩芥菜啊？咩菜啊 ？celery 啊？芫茜 ，celery 是像芫茜特別大條嘅，大條嘅，樣阿摩芹菜，阿摩芹菜啊 ，celery， 阿摩芹菜啊，你伊椒糊，你講你椒糊是按照款嘅椒糊是單嘅椒糊係啥物？還是沙當？貴菜都係切。成個咱食菜中，成日食椒糊英菜絲嘅椒糊啊！就是當種椒糊啊，伊個來炒。哦，了，然後個煎雞咯，伊白斬雞吼咧，個煎雞。哇！個雞個拍雞。個邊攞裝嘅雞啊！係啦。係啊，就行咯。係煎。係啊。嗰個咩啊？有幾行啊？燒白。哦，燒白自己做啊？冇買，燒雞、燒白買，你白斬雞自己做。這是嘅嚟擺作工啊，是嘅嚟自己食。伊擺了成啊？擺主角。哦，擺啊。擺喺個食。擺了有。擺了咪食。誒，媽咪知道我對起時我要食燒白，好了，切皮。啊，我去這切掉落。切掉落文山，燒白切掉落好料。啊，是 OK，切掉落就未去。香碧肉嚟文山好食炸雞嘅。香碧肉嘛是。炸雞嘅安順路邊嘅文山邊嘅，伊嘅燒白真好食，本咗炸雞時嘅。3輪車係用的。我對3輪車對。哦，我不知上尾去。阿德女。我知我舊路嘛，我布羅迪哥嘅半山。我睇下布羅半山有時大蚊好了，你查某未？布羅迪哥嘅半山是食這面，barbecue 嘅巴骨。嚇，是哦。布羅半山嘅巴骨梗好了呢。如果好食係 barbecue 嘅咯嚇。新加坡哦。新加坡伊無呢，伊就二無。新加坡開單。冇開單哦，成實咩有開啊？因為我對本地嘅馬貴新加。哦，對佢邊嗰新加。誒，你南西你試過食咩貴呢？新加貴？新加貴啊？啊。
我唔是講真啊，暑假食啲邊啊，可能行啦。特別你講着新家頭一個 in my mind 是貴隔壁了咯。哦，貴邦吉誒，貴邦吉。無特別頂擺吼，我下隔壁安弟吼，白 joy venture 吼，做貴隔壁哦。哦，joy venture。joy venture 喺度隔壁嗰個安弟吼 ，joy 咯，公司未婚咯。แล้ว做佢隔壁哦，迄時我冇10幾歲呢，特別下家安弟個 join venture 做嘅，แล้ว一人夾錢幾拿湯對厝咯，夾了之中一人嘅厝，แล้ว做啊 share 嚟攞咪夾了特別家己夾分嚟啦，家己交咯。哦，即係 dry 嚇，做啊，即係 dry แล้ว share 做咯，啊，แล้ว有人แล้ว安弟做咗邊一節啊，咁樣咯 join venture 咯，แล้ว做了啊，一人夾分。當見人講米羅。無，你講佢入邊一點是米羅店咧，大店米羅店。好啦，米羅嘅店啊。有啊咯，咪咯，少店啊，貴啊死嘢咯。哦。入幾箍咧？你講係四川咯嚇，咱做佢隔壁四川咯，那是冇咩人愛做。你啦，你好談咧四川，真好談你也是講做啦。冇，我是講唔是家己，唔是人無做啊，是人半段做啊，是去買，你去買嘅啦，去啊，係當見咪是誒，即係做嚟賣人嘅曉做嗱咯，出來人袂曉做嘅啦，咪是四川咯呢。你就係硬做嘅嘛，功夫咧，講功夫了咯，你燒時都買炒飛蛋了啦，你超愛快啊！你比切嗰啲攪結啊是清嘅嚟講，你都袂過曉袂曉。攞嚟 try 咯，攞嚟頭整啲拿地，攞嚟價格咯。會係散單了嚇。啊，佢隔壁會係散單咯。都係散單咧，冇散單乜嚟？所以佢隔壁就啲是，佢隔壁是即係唔是鄧冷嘅物件啦，面是。雲奶啦。哦，對，我叫佢只隔壁嘛，嗬，對佢隔壁嘛。雲奶，嗰時我娘咯，未必我娘。我娘物件嚇。啊，我叫 love letters。好啦 ，love letters 一起上 love letter 呢嘛。love letter。呢個renda 呢型呢？你睇住發明啊，我唔知諗住 historian 呢，係咪講話安怎佢隔壁安怎來？嚇，等陣佢講過係咪？冇莫白講。我是講，我攏有食前面係oatmeal 加 cornflakes cookies 先正。oatmeal 嘅 cornflakes cookies 先正，有啊，我冇聽過。一時係到oven煮出來咧，garing 嘅呢？湖南是煮了oven。煮啊！你而家全家攏嗰時幾歲？加土豆啊，加啲糖嘅。土豆糖、土豆粿。冇想啦 ，cornflakes。我唔係土豆粿啊 ，cornflakes。呢哇！我是 cornflakes 參加土豆，參加 honey 嚟攪，做按黏黏嘅呢嚇。是。你係到 oven 裏面煮嘅，出來是一隻胖嘅，都 garing 嘅。不，唔是煮。煮啊！係咪物件？老舊件？講過一擺。你只副木只咯，古早時係你知，特登係企埋喺度做一件好啊！米羅電飯電好，我是禮拜不了啊，然後即係又做嘛腦部，後條冇試下講話。先知啦，只只喺度補誒物件嘅啦，真補物件嘅，只個腦聽。我都看病嘛，先知。係啦。我第一時間就是頭豆餅啦。嗰隻甘蔗咧，嗰隻甘佢做下掉。搞辣。dry 到被崩晒。我食爆晒。我只係被崩嘅。你我是個只係你話，我是個只土豆粿，我媽做嘅土豆粿。好似啊，會貴咯。咪，你當應該做，你當應該做土豆粿咩？咱都冇oven喺厝。冇，舊年介意攞人做我未有借。哦，攤對啊。彈嚟本錢也少嘅。哦。嗰一隻好彈嘅嘛，是羹呐。講羹嘅，啲羹嘅，你硬冇事做嘅做隻好彈嘅。哦。一般少嘅。我到啲咧 Facebook 有人 comment 講，我每可能 Chinese New Year 食咩物件嚇 ，Facebook 有人講
即個 lotus seed 是咩？蓮子啊，蓮子紅豆。蓮子加一個咩咯？白龜啦，紅棗啦，阿姨大大啲白龜嚟之間。白龜，只多智慧。咱真正來煮了誒。伊是啷是煮個煮米還是咩？還是煮湯水？我啦煮甜嘅咯。我冇食過咧，你記嘛？咪咱去咧Chinatown 是啊？Chinatown 咪一種是煮個煮米，伊內面有蓮子、紅棗，然後煮到啲甲煮米為頂面煮嘅喎，一隻碗咧一碟紅棗甲煮米，冇紅棗甲蓮子，然後是有白龜，呢是一個係煮米到頂面，成個咱糯米雞呢，特別伊頂面 self 是雞是煮米，啊不是你蓮子甲紅棗嘅。啲啲啊，啲啲嘅，未必只是中國嘅啲菜。喂，咱做芋泥嘛是有條椒人啊。哦，係紅棗啊。咱做芋泥係紅棗，係即啲頂面咯。哦，蓮子。你有冇一個另外就講即係是都是隻人，係講佛跳牆。馬里哥有咩拜？佛跳牆伊是跳牆哦，真謝好料嘅。一煲咧。佛跳牆是唔是借嘅咧？冇啦，佛跳牆就有佛跳牆唔是。佛跳牆是有迄個干貝，唔是迄個scallop。有，一規煲嘅，真好嘅物件，個料係好料嘅啦。鮑魚 scallop，真貴嘅嘢。了，下掉，伊是食盆菜呢咯。伊是個點呢？當今說時間盆菜嘅喎，佢都冇俾時間。盆菜是唔是一部傾到部傾啊？嗰粒物件係到入面啊？呢？一擺唔是嗰粒係擺個水呢。我自己我嘛是翕俾阿哥哥看了。盆菜是。yang bagus ya. Yang bagus ya ini enggak? Bening bagus lu. 當今即係咩Queens Bay 一杯388 plus 6%。是咯 ，around there 咯，around there 咯。隔了正價本是300幾蚊一盤。嚇！做咩算得好料？做咩算得好料？伊早起唔知10點起到2點咯，這個位啦。因為無開店嘅啊，無通去店食嘅，也俾伊做轉嘅。哦。合包嘅。有車字嘅咧，伊有開店，伊都會使去招兵啊。所以阿張白將對我坐你食。哦，無新加坡有嘅咩 ？Hello。係咁。呢度是新加菜嚟嘛？呢度唔是新加菜嚟。哦，你就我問你，依咁配唔啦？依盤菜。依盤菜是唔是喺你另外邊？伊這裡伊嘅歷史哦，是香港嘅圍村，有一個會叫圍村嘅嘛，香港。嚇。伊就是呢邊隔來嘅。哦。伊是我問你，依盤菜是林邊是，依是一盤嘅，可能是叫做盤菜。第三嘅，一隻 N 就裏邊嗰啲係自種菜嘛，right？伊食一個沙煲嘅可能。伊擺個真水嘅，好料嘅擺頂面。但係我吹我嘅小英我下。是沙煲，伊是迄個第三盤啊！即係本嚟即係圍村是先茶盤啊，茶盤啊嘛啲阿輝嘅廚哥會做。我是入邊啦。Lonky Bay 是好多一盤夾對廚插面盤好多啦。嚇！即邊架是好多盤嘅，因為賣是嚟裝籠好多夾對嘢，即邊架是。因為我哋呢裝籠是鐵鍋味。哦，伊是大啲，還是淡有湯嘅？呢度都有夾嘅嘛，你講打。薄嘢。哦，淡薄夾啦，呢盤就簽呢盤。一個下底16行啊，下底個花菜頂面你擺個真水啦，頂面你擺蝦一杯，個你爆腐一隻。爆腐，邊啲嘢是？個你干貝啦 ，scallop 啊。叫阿咪啊，咱叫阿咪乾阿咪啊。鮑魚咯，嗰個鮑魚。嗰個鮑魚。羹料豬係咪？羹料豬。羹料豬咯，羹料豬。嚇，羹料豬啊！你講。唔係咩？嚇，我講羹料豬啊。係咪是羹料豬？哦。
下底有啥子物件，还有蚵，还有菜头，还有花菜，还有烧鸡。哇！燒雞，我冇看過咧，我冇食過。食菜，還有咩蘿蔔啊咧，地家雞。哦，咱叫 order 嘅時，伊有想講就大 size 嘅，還是一搭過你來大盤？你上嚟嘅咧？呢啲是 freehand 嘅，下面幫你綁嘅，it's up to you 嘅。哦，佢要煮人係咪？我小英啊，不過我小英啊，糊咯。哦。海參有糊呢，我識小一邊廠。要海參。海參我真海參。擺個真水嘅，啊，擺。一籠食時是唔是頂面一隻還是安尼撈嘅嚟食？撈嚟是一隻。我只哦，意思成日講你冇上嘅 cost 啲呢，特別嗰啲是一包，一個盤入邊有包嘅了。係咯，上一個盤入邊啊，贏咯，免四盤啊。成個盤入邊只係菜啊嘛，免四盤啊，贏啊。因為頂麥讓圍村嗰邊嘅食盤入邊只係菜啊，都。啊，就南西講明圍村咩？因為頂麥圍村讓發明嘅事情，我有啥事，我聽講是讓啥食出呢樣嘢嘛。啊。แล้วจะชนจะเจแล้วขั้นติ่มจิปุ่นแล้วก็โคเจียมา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ได้อีกผลช้อนขั้นฟาร์มิงอ๋อสิแล้วข้อ小英佢有一個想18對可能18對是啦我把路下我把路download了嗬放啲 Facebook 可以俾我看18對可能ผลช้อย哎呦我真正不多要咯哎呦你自己有去過哥哥嗎？我諗啲 restaurant 入邊嚟 recipe 係嘢冇人 menu。哦，或者話見到我對去食，我對去就啷去食。啊，你兩個俾咪包槍啊？咪先至菜特別，先至菜咁配冇講點嘛？咁配冇得來呢？咁配你先至係咪特別嘅菜啊？先至咁配。嚇？先至啦，你胡瓢湯咯？胡瓢湯啊！嗯，啊，頭晚冇講到。但係我今日先食最好食是胡瓢啊。哦。胡瓢啊，佢哋胡誒漂啊，胡油料誒都誒起來啦。啊，胡油料誒嚇。微爸爸講咩？我其實盆菜只歷史是有關係到Hello。啊，講啦。其實是有關係到即個歷史嘅啦安怎講下，就是軍隊啊，到元朝那時候嗬，一人軍隊落來有經過香港，了嗰陣時呢，嗰邊嘅村民呢嗬，就愛成日講款待一人啦，了特別你吹無到迄個盤碗嚇，對吹到盤碗嚟食物啊，了你就夾迄個茶嘅盤啊，就夾個料嘅，夾氹配嚟啲，夾氹配嚟啲，了就變做對。哦，有時冇話幫阿爹樣食物件咧，會學人，意思講人樣你咁幫人會學你冰食物件咧，特別佢全部幫我咧，人時嘅，人係食面盤嘅，你盤嚟爹樣物件啦。哦，啊是，因為無夠盤碗嘛，無夠盤碗咧，一頭嘅大咧盤啊，你講。特別聽起來成個就，定咗聽起來是成個就積壓嘅故事，可能冇幫我即係當佢哋先正嘅嚟食嗬。成個定得 lobster 啊，車子嘅一個食物番茄啊。係咯，lobster 是唔是到啲邊 lobster 定得是冇人食嘛？人講 lobster 是成個係ocean rats of the ocean 咧，可能啊，係人講成個即係樣到啲地，人講成個成鳥出呢，海鳥出呢，一當 lobster 變得貴去，就這樣食啊。個 lobster 咱是並冇上嘅嗬。啊，冇上嘅咩？เรา拉斯維加斯เรา隻 lobster 咪啊有啊嗬，有嘅硬嘅邊邊嘅款嘅，冇咪嘅，有咱冇嘅啫，我發覺冇嘅啫 lobster，咱嘅是冇嘅嘛，也就長長，卡長嘅，卡長長嘅，啊，咱美國冇邊邊嘅嘛係嗬。
冇呢個。冇呢咯吧？嚟買淡薄片嘅。咱去 discount 啊，半幾嘅數，較貴嘛是較多，你把翻個少。你煮芝較好食啊，龍蝦。煮芝士補啊，芝士啊。係啦，係芝士講龍蝦較好食啊。其他就收呢。一擺出嚟，個芝煮一個計冚到有嘢掛。冚到堆落去咯。冚到堆落去。攞只伊個蝦頭，伊個你零蝦頭。零蝦頭就多咧，咪冇關行嘅，坑坑。伊唔是會過啊，當時。我咪就。啲卡我定咩食啲卡嗬？誒，個隻白就嚟講，會背嘅啊，會背啊，頓卡頓嘅啊。誒，再會個隻白本啊，都幫嫁出嚟會白喎。哦，我看到啊，樣夾好啊，這裡特別夾啊，你盆菜我看到。盆菜啊？哦，安尼講你一堆哦，白啦。這裡是加巴利亞啦，這加巴利亞。我同時我講十八對番，我記隨隻加水出來先。加 orange。新春鮑魚盆菜哦，也是盆菜。我大媽夾攞你三杯杯。三杯。CMIB 嘅價係三杯。如 CIMB 嘅價他哋還沒嘟的傳人哦，啊，嘟的傳人你拉杯哦，嘟的傳人。嘟的傳人是龍的傳嘟呀。啊，龍的傳嘟。傳嘟咗。如果係冇 CMIB 價啦，差唔多400塊。哦，個人可能3杯杯，都冇 CMB 3杯杯，如 CMB 3杯。哦。對，啊你。勁。我諗貴賓都幾隻係數嘛。哦，攏安尼講貴人嘅食你一盤。一盤係6人。6人喎。10個人即係冇半行嘅啦，是講三隻流轉嘅嘛，咁樣嘛。特別你要食飽咧，就16、17個人啦；要食卡就10個人啦。係啊，咪即叫起係冇咩特質嚟咯，食物件冇特質嚟物件。新正食好，這邊是新正，你講在這邊是做咩事？伊變做新正嘅食去呢？實在你興啊，睇呐 ，marketing 啊，哦。呀 ，maybe 是咯，平常時就少人愛撳起嚟食嘛。ยังขนาดตอกรู้เก่งมีการคุยเจ้าเก่งมีการคุยอ่ะแล้วกัมพูนี่吹盆菜嘅小英啊！這都是กัมพูนี่เสียง個大聲啦，กัมพู啊！聽到咩？嚇，聽到只大聲嚇。是啊。你吹到盆菜嘅時候，應該你講。我呢啊掉，我吹個梗係管了啊！我吹掉啦。我冇吹啊嘛，我都吹掉所以。我吹一路，我看到一路盆菜。等陣 before 你走嘅時即係南阿婆咁配，你講你是個隻新正龜係咩？新正龜啊？你成日講你是個隻土豆龜啊？我冇你是個隻online。咖啡咯 online 龜，南西是個隻咖啡啊？唔是暑假啦，我係買是上條咖啡呢。你個咖啡，你平時冇咪是個隻行龜物件啊？我冇咩時間食 biscuit 嘅，特別白滷我冇法，因為我揸住朋友有賣嘛，就係一種唔知無端端嘅成隻又賣貴嘅有人，然後平時叫我做大餅咯，我做啊，會出事哦。你是成日應酬人嘅睇啊，成日。因為平時冇看做貴啦，實等你講又賣貴哦，แล้ว日當日แล้ว就係แล้ว就借咗唔住แล้ว。冇。一壓咧，淡薄呢啊，巴魯 commercialize 咗，啲貴咗了。貴啊，貴上。當貴就貴。冇咩好，真貴啊，feel 到。新有人食地龜哦。但點啊？冇講到地龜。啊，都食啊，地龜。地龜爆布咩啊？係有隻。爆鵝頭。啊，哦。鵝頭。
哦，依家係一邊番薯醃了。哦，你唔是皮好死冇這樣就是那樣。你無是食冇通食嘅你。巴斯坦你通食嘛？誒，我淡仔出名嘅，淡仔。係呀。你知漢醫並本我。係呀。漢醫中學並本我係醫並。係咪啊？即係你冇白呢時特別對你講係咪嘅係呀？啦，冇白個正地址係。哦，地龜對，冇啲意思講地龜你嘅嚟吹係女咧，是你換牙肚咧。好似乜生袋袋呢？生袋下對。對。啊，你好似啷就自己做地龜就派做嚟頂。地龜未使亂講唔是咩？做掉嘅事。未使講臭話嚇。未使講秘法啦，未係咪咯？未使講秘法咯。未使講白啊！你是未會啊？你是白咧？哦，你個未使講未使講臭話，講臭話是講人衰物嘅咧，是伊鬼未管。你講笨蛋啊！未管。你講嘅就未管。阿哥係阿哥講你夠做。追阿公你有做。多謝講，老本波啊！老本波你夠做嘅地龜。係咩？阿姐我唔知啊，你告訴。往細行嘅事。我未使講，冇識啊，未使講。金配是唔是金配？吱吱赤金配。嚇？是唔是你做咩事啊？吱吱赤。冇啊，我嚟定你對。你按照這樣做啊，是啊，你是唔是路？是啊，佢是報咗係先個。係啦，你出嘅幫報咗就咪攰。報咗嘛，你無論我講嘛，看報咗。你看報咗是mute掉起來喲，會亂。你老掉，那另外一話題開始嘅時，你就常講啊。那禮拜兩到底呢？禮拜是新家，禮拜到底呢？聽我講托尼，講話新家托尼係咪物件特別？咩托尼？托尼唔是啊？唔是今年唔是托尼咩？啊 ，rabbit 啊！我係做住隻 rabbit。啊，爸爸咯。然後講下托尼咯，誒 ，B B 爸爸係咪去 research 看托尼係咪物件講？咁配知啊？因為我係最主要。好。啊 ，research。講看托尼嘅運程。啊，OK，嗱，你未聽講？你未講，可唔聽托尼未聽托尼嘅運呢？就禮拜特別到對嚟邊咧學嘅你聽，我能新正話哋，even 都是新正啦，新正冇可能係到對嚟聽邊咧學嘅，邊咧學嘅冇係360個節，唔是360個節啦，52嘅禮拜一年，每時 continue 做邊咧學嘅你。แล้วก็อูว่า報告就係攞個細期邊咧學嘅落去幫嘢，先至幫包話咧就去廣告呢啫，都是幫包話咧。誒就喺度咁多嘢啦。對，邊咧學嘅落去咪幫嘢去看下，แล้วก็即係禮拜到底係聽我講先知係乜嘢，แล้ว我個3月21號對邊咧最比較興趣咧，咪搞咗就係慶祝生日嘅4月。3月21號啊！3月21號是我正節啦，特別人會慶祝嘅事咧，嗰陣係到第31號嘛，唔係咩？啊，31號是正節啦。有啲本領嘅。啊，3月31號啲變領啊，特別我比較變領學嘅呢，聽講慶祝咧是4月2號嘅拜六啊，較濟人有影。所以就是我就準備嚟參加啊，就慶祝生日咧，我係去Facebook 為facebook.com/變領學嘅，啊，冇就去變領學嘅 .com 嚟幫嘢看看，要去大慶祝。啊！不食咩物件，要做咩物件啦？講話聲啊！แล้วก็有去食盤菜。你小到邊度要食咩？咁配，咁配，我講聽話對件事啊，咱食節日，咱咪去落啊，即係無毛病，咪參咱去落談食嘅 episode。嚇 ，OK，good。OK，咁係嗰陣講咩？我背鏡係基本。係，使咁樣人背起咩使？係落氹仔episode，แล้วก็即係禮拜到底嚟會話講嘅托尼喎，係咪運氣？講話先正是托尼係咪運氣？當今咧，
我是要甲各位聽眾感謝你人啊，這個禮拜到來邊嚟福建嚟收聽，我能做緊特別嘅變嘅了，啊一間，安尼一間特別嘅變，但我講下知道想法掉啊，無毛白啦，啊我係白，我係媽，我係爸啊，昂爹爸爸跟昂母娘娘，แล้วก็วิวิวามาเหล่าเจียวนำทรายและเหล่าเจียวแล้วก็เต่าปอกตอ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นำทรายเต่าปอกเต่าปอกผมมีกล้องเดียวเต่าปอ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ลี้ยวหรอเต่าปอ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หล่าเจียวท่า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บ่มอแปะบอเหล่าเก่าแก่ก็จุดๆแล้วก็กำพุยแล้วว่าไงบีรู้กำพุยบีรู้กำพุยว่าไงบีรู้กำพุยกำเสีย小雨，小魚坐你企坐你，做咩有 oxygen 頂佢？有 oxygen 頂佢。OK，今日各位聽眾收聽，下禮拜兩個嚟再見佢，拜拜。拜拜。